后来继续来看立法院内政委员会，昨是排审着选罢法的修正案，结果这个哪里双方是爆发着激烈的冲突。国民党团调出着监视器，指控着民进党的立委黄捷透早4点外，带人甲会议室的门撬开，来霸占着主席台。国民党质疑这黄捷是带开锁的去开门。黄捷讲伊无，讲一切指控拢是谣言。立法院长韩国瑜讲要彻底调查，讲若是外来的人来开锁，这非常的严重。中会案发现场，内政委员会民进党手占先机，和国民党正生气，进一步找出关键画面。透早4点外，入院走廊监视器翕到黄捷带一个穿青衫的查甫人。拍开内政委员会大门进入会议室，国民党口舌讲敢是黄捷，质疑讲敢个是带开锁的来。我没有带什么万用钥匙，第二个我也没有带锁匠，所以我不知道说他们这些谣言都去哪里来的。违法就是违法。那么如果立法委员可以不办的话，那我们想请问一下，其他的公务机关、行政院是不是也可以随便的一个公务员把门这样偷偷的打开？国民党坚持要追查到底，建会继续谈，再起党团协商要开电验法，结果一开始讨论又搁回到开锁的风波。要调入，那就只能去看而已啊！到底是用什么办法随机申请的？有没有申请？还是口头一句话？不问题打电话过去，你就马上拿出来。这样的好不好？昨天如果大家有认为有不适当的地方，通算我的，这样的好不好？想办法先好协商继续进行，因过嘛强调讲，这个代志严重性，目前要你清查开锁的人的身份。为冤家兼相拍到立法院风纪的问题和调解的争议，搁加一件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